前高雄市长韩国瑜、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前主席江启臣，还有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做伙食饭，各共时间曝相片。韩国瑜的面册阁标人心齐，要拍炮拿军未害团圆。不过，况且韩国瑜伫国民党一直输的时间，才用找来做党主席。开玩笑，朱立伦现在是现任党主席，刚选上，做的也很辛苦。你也希望他？我当然希望他把这个党带得很成功啊。无要朱立伦落台，第一时间率全台湾拍走，嘛讲家己无要选2022，不过看即摆食饭对象锁定党内核心，无看到好友谊卢秀燕、韩国瑜向另外一个方向握手，敢问是党内新的四巨头？大家想太多了，其实就是一个过年前的餐叙，大家也觉得此时此刻国民党。我们应该让外界有一种团结跟团圆的感觉。把水言欢也好，把酒言欢也好，在一起呢，度过这个除夕前的很重要，大家都很忙啊，然后事情放下来，能够坐在一起，我觉得那就是很大的意义了，前一暗才拄做伙食饭，过工韩国瑜佮参加赵少康的直播节目，要继续拍团结牌。不过相片当中的四巨头，敢若剩朱立伦无第一时间对外说明，是选择要做上尾一个，又是另外有想法，都等朱立伦亲身来解答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